你有冇發現啊？近年越嚟越多人開始關心血壓，尤其去到40歲、50歲、60歲，好多香港人去健康檢查，第一次聽到醫生講你血壓高咗之後，返到屋企，好多人第一時間唔係問點解會高，反而會即刻上網搜尋有冇天然方法，有冇補充品，食維他命有冇幫助，甚至有人會諗，如果食補充品係咪可以唔使食血壓藥？如果你都曾經咁樣諗過，其實你好正常，因為坊間實在太多廣告降血壓保健品、天然降血壓配方、日本秘方、美國配方，好似只要買一樽返屋企，血壓就會慢慢正常。但現實並冇咁簡單。今日我想最先同大家講一句說話，有幾種補充品真係有研究支持，但同時冇任何一種可以代替血壓藥，更加冇任何一種可以代替健康生活。所以今日我哋唔係介紹神奇產品，更加唔係介紹最貴補充品，而係同大家一齊睇下目前醫學研究究竟認為邊幾種補充品證據相對比較可靠，更加重要。有邊啲人根本唔適合自己亂食。開始之前，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醫生已經開咗血壓藥，今日介紹任何補充品都唔應該自己代替藥物，更加唔好自己停藥，因為真正危險嘅從來唔係食血壓藥，而係高血壓一直控制唔好。上一集我哋講過，高血壓好多時冇痛、冇頭暈、冇警報，甚至完全冇感覺，但你身體入面心臟、腦徑、眼睛仲有腎臟嗰啲好幼細嘅血管，可能一直默默承受住巨大壓力，時間耐咗，中風、心臟病、慢性腎病風險都有機會慢慢增加。所以真正值得問嘅並唔係我應該買邊一樽補充品，而係我可以點樣令血壓長期保持穩定。如果補充品可以幫你向前行一步，當然值得了解，但你可以將補充品想象成足球隊入面嘅後備球員，真正決定勝負一直都係正選、健康飲食、少食鹽、規律運動、控制體重、瞓得好，再加上按照醫生建議控制血壓，呢啲先至係真正主角。講清楚呢一點，依家我哋先開始第一種研究最多香港人亦都最熟悉嘅補充品 Magnesium 鎂。好多香港人一聽到鎂，第一時間都會諗起抽筋、瞓得唔好，又或者肌肉容易繃緊。但原來近年越嚟越多研究開始留意呢種礦物質同血壓之間嘅關係。點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血管好似屋企一條橡筋水喉，當條水喉一直收得好緊，裏面嘅壓力自然會越嚟越高。相反，如果條水喉可以放鬆少少，血液流動自然更加順暢。而呢種礦物質其中一個作用就同血管正常收縮同放鬆有關，所以有研究發現，對部分血壓輕微偏高，又或者平時飲食攝取不足嘅人士，適量補充有機會幫助血壓輕微下降。不過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三件事：第一，並唔係人人都有同樣效果；第二，並唔係食得越多效果就越好，過量補充反而有機會引起肚瀉或者腸胃不適；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如果每日依然食得好鹹，完全唔做運動，晚晚只瞓5個鐘，單靠呢種補充品根本改變唔到真正問題。所以如果你問我值唔值得了解，答案係值得。但如果你問我可唔可以代替健康生活，答案一定係唔可以
第二種，香港人普遍食鹽真係偏多，杯麵、午餐肉、火腿、香腸，仲有好多加工食品，鈉含量都高得驚人。鈉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容易令身體留住更多水分，血壓自然更加容易升高。而另一種重要礦物質就好似幫身體重新反平衡。如果平時飲食比較均衡，多食天然蔬菜、水果同豆類，好多時已經可以攝取到足夠份量。例如菠菜、牛油果、香蕉同紅腰豆都係唔錯嘅天然來源。不過去到呢度，我一定要提醒一類人，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慢性腎病咯，又或者醫生同你講過腎功能開始下降，就千祈唔好自己亂食相關補充品，因為對部分腎病患者嚟講，攝取過多反而有機會影響心臟正常節律。所以開始任何補充品之前，最好先同醫生或者藥劑師商量。講完兩種最多人認識嘅補充品，下一部分我哋再睇另外三種，相信其中有兩種你未必估到，原來都同血壓有關。第三種就係甜菜根，有啲人叫佢做紅菜頭。近年越嚟越多研究開始留意甜菜根汁對血壓嘅影響，原因其實一啲都唔神秘，因為甜菜根天然含有硝酸鹽，身體慢慢吸收之後可以轉化成一氧化氮。個名聽落好似好複雜，但其實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血管好似一條高速公路，當條路越嚟越窄，車又越嚟越多，交通自然會越嚟越慢咯。而一氧化氮就好似暫時將條路闊反少少，血液流得更加順，血管亦都更容易放鬆。所以有部分研究發現，對部分血壓偏高人士，適量飲甜菜根汁有機會幫助血壓輕微下降。不過記住一樣嘢，呢個並唔係特效飲品，更加唔係今日飲一杯，第二日血壓就正常。真正重要嘅依然係每日慢慢累積健康嘅生活習慣。第四種就係褪黑激素。一講到褪黑激素，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諗起瞓覺。其實呢個諗法冇錯，因為睡眠一直都同血壓有好密切嘅關係。你有冇試過成晚瞓得唔好，第二朝個人特別攰，心跳快啲，人中亦都容易緊張，血壓都有機會高啲。如果長期瞓得唔夠，身體就好似一直都冇真正休息過，血管亦都好難保持放鬆。所以有部分研究發現，對夜晚血壓偏高，又或者睡眠質素比較差嘅人士，適量補充褪黑激素有機會帶來一定幫助。不過真正重要嘅永遠都係先了解自己點解一直瞓得唔好，有時原因未必只係褪黑激素，可能係睡眠窒息症，可能係焦慮，亦可能係其他健康問題。所以補充品永遠都唔應該代替真正診斷。第五種就係大豆異黃酮，呢一種比較特別，主要係針對部分更年期後女士，有研究發現適量補充大豆異黃酮有機會幫助血管保持較好彈性，對血壓亦可能帶來少少幫助。不過效果並唔係人人一樣，更加唔係食得越多越有效。如果本身有其他健康問題，又或者正服用其他藥物，開始任何補充品之前，最好先同醫生或者藥劑師商量。講到呢度，你可能開始發現真正有研究支持嘅補充品，效果通常都唔會誇張到好似廣告講得咁神奇，因為補充品始終只係輔助，真正影響血壓長期穩唔穩定嘅，其實一直都係你每日食乜嘢、行幾多路、瞓得好唔好，同埋有冇控制好體重、血糖同血壓。所以下一部分我反而更加想同大家分享5個比任何補充品更加重要嘅降血壓習慣。講完5種比較有研究支持嘅補充品，可能你會開始諗，咁我而家究竟應該揀邊一種？其實我更加希望你先問自己另一條問題，點解我個血壓
會越嚟越高，因為真正問題好多時並唔係缺少某一粒補充品，而係生活習慣已經慢慢改變咗。可能食得太鹹，可能日日坐喺度冇乜喐，可能工作壓力一直都好大，可能每晚都瞓得唔夠，又或者血糖、膽固醇、體重都開始慢慢升高。補充品可以幫你向前行一步，但真正決定結果嘅始終都係你每日點樣生活。所以如果真係想控制血壓，我希望大家記住5句說話。第一，準時食醫生開俾你嘅藥，千祈唔好自己停藥，更加唔好見到今日血壓正常咗就以為已經冇事。好多時正正因為一直有食藥，所以血壓先可以保持穩定。第二，食淡啲，香港人真係食得太鹹，杯麵、午餐肉、火腿、香腸，仲有加工食品，好多時鈉含量都高得比你想象中更加多。如果每日慢慢減少少，1年之後你會發現身體已經可以好唔同。第三，每日喐多啲，唔一定要跑步，亦都唔一定要健身。食完飯陪屋企人落街行15分鐘，搭少一層扶手電梯，行多幾級樓梯，呢啲全部都係改變真正健康。好多時唔係一次做得好辛苦，而係日日做少少，慢慢累積。第四，瞓好啲。你有冇發現好多人一邊想降血壓，另一邊每日就只瞓5-6個鐘，身體根本冇機會真正休息。如果可以早少少瞓，固定時間瞓，固定時間起身，有時已經幫到你好多。第五，定期量血壓。好多香港人平時冇事就唔量，等到頭暈頭痛先開始擔心。其實血壓最好平時已經知道自己大概喺邊個範圍，咁樣先可以早啲發現變化。講到最後，我希望大家記住一句說話，真正保護血管從來唔係靠一粒神奇補充品，而係每日每一餐每一步每一晚好好瞓覺，慢慢累積返嚟。高血壓並唔可怕，可怕嘅係一直以為自己冇事，一直唔理，一直拖，直到有一日身體終於頂唔順。真正有福氣從來唔係食幾貴，試補幾多，而係60歲仲可以自己去街市，70歲仲可以陪孫仔去公園，80歲仲可以自己行路，自己沖涼，自己煮飯，自己照顧自己，唔使屋企人日日擔心。呢個先係真正健康。如果你屋企有爸爸、有媽媽、有老公，又或者有朋友一直都有高血壓，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有時真正改變一個人，未必由一粒補充品開始，可能只係由今日少食一啖鹽，多行15分鐘，早半個鐘瞓覺，慢慢開始。留言話我知，如果醫生今日只俾你揀一樣生活習慣去改善，你會揀食淡啲，每日行路，定係早啲瞓？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記得按讚、訂閱、健康同行，再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次再一齊拆解更多容易被忽略，但可能影響你同屋企人健康嘅真相。